自2025年8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你报的是甚物款消息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下卷》第4章第1节到1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记下卷》第4章。扫罗的囝伊施波设听到暗尼尼死伫希伯伦，就惊吓失胆。以色列众人嘛惊甲毋知要安怎。伊施波设有2个官长，巴拿甲利甲，是便雅悯支族比利人临文的囝。比利人早前走到基他因，徛起伫遐到今仔日。扫罗的囝约拿单有一个囝，2脚拢歹，叫做米非波设。扫罗甲约拿单死的消息对亚述列传来的时，伊拄仔5岁，伊的年母甲伊抱得走，因为走真紧，囡仔跋落去，脚才歹。比利人临文的囝利甲甲巴拿出去。差不多日中昼的时，来伊施波设的厝，伊拄仔伫困中昼。因入去厝内隔影买白麦仔，就对伊施波设的腹肚拄落去。利甲甲伊的兄弟巴拿就逃走。因入房内的时，伊施波设拄仔伫房间倒伫面床伫困。因就甲伊杀死，割伊的头壳，甲头关地，往阿拉巴的方向透暝逃走。因带伊施波设的头壳去希伯伦大毕遐，对王讲：“请看，这是扫罗的囝伊施波设的头。你会对着扫罗捌孝顺你的性命。上主今仔日已经有为着我的主，我的王对扫罗甲伊的后代报仇。”大毕因比利人临文的囝利甲甲伊的兄弟巴拿讲：“上主救赎我的性命，脱离所有的苦难。我记永活的上主咒诅。以前有人来西吉拉报我讲，扫罗已经死。伊家己掠做是报好消息，毋过我无甲伊奖励，颠倒甲伊掠起来杀死。何况恁遮个歹人，恁趁无辜的人伫困的时，入去厝内甲伊杀死。我减无要对恁的手讨恁老伊的罪的罪，对地上甲恁除灭。大毕命令部下甲因杀死，斩断因的骹手。甲因的尸体吊伫希伯伦的水池边，然后将伊施波设的头壳埋葬伫希伯伦暗尼尼的墓。你报的是甚物款消息？扫罗的元帅暗尼尼死后，扫罗王朝等于宣告灭亡。经文叙述用恐慌形容当时以色列人的心理状况。扫罗的囝伊施波设有2个军长，因潜入伊施波设的厝，趁伊伫困斗的时，甲伊杀死。厝下首级就快马加鞭去往大毕清宫。撒母耳记的特别之处，就是故事重复上演，而且总是非常的相像。历史的教训就是人永远记袂牢教训，若像印证传道书第1章第9节所讲：以前已经有的，将来会阁有；以前已经做，将来会阁做。日光的下面无新的代志。扫罗死了后，也有人来往大毕报告好消息，以为会当得到重金赏赐，结果报仇是失去性命。相款的事件再次搬上舞台，军官传递一厢情愿的好消息，结果毋但无得到丰厚的报赏，
反转就换得死刑的门票。无知的行为导致悲惨的结局。西方有一句极讽刺的谚语讲：地狱充满美好的欲望。检采报信者纯粹认为换一个头家去台北迄边前途较有希望。创是就算立意良好，也可能是灾难。另外一句更较讽刺的谚语讲：通往地狱之路由无数善意铺设而成，无好好考虑后果，掠做家己是伫做好事，反倒转徒增困扰。所谓的好，单看是对常的立场判断。三百年纪的叙事总是对应咱的经验，带来共鸣，也带来反思的契机。叙事呈现一个主轴，人偏离上主的启示，想靠家己互上帝国来临，强调我做了甚物，毋是上主做了甚物。若咱大家所讲的话是咧传播消息，那安尼咱是咧传递信仰的愿望，也是伫散播白菜甲是非。福音伫诚侪好消息以前，对人而言是歹消息，因为爱承认家己的罪甲悔改，因为安尼真侪人抗拒上主的恩典。福音并毋是物质的享受，也是心灵鸡汤迄款的安慰。福音具有颠覆的力量，互人辨别好歹，有力量甲勇气面对堕落的世代。无人天生就会晓倚靠上主，也无人天生就有信仰光环。就算代表遮尔相信上主，也有缺陷。今仔日的教会不时传出负面消息，但是教会的无圣洁，并未减损上主的圣洁，上主的荣光也袂因为安尼变暗淡。人的缺陷袂互上主停止赏赐慈爱甲恩典，人的歹袂互上主的好减少，反倒转上主的好会互人减少歹。因为安尼，咱搁较明白经文叙事不断重复，是要互人伫类似的事件的中间吸取教训。毋单单是咧讲人的堕落和罪恶，也搁提醒人爱仰望上主。传福音毋是讲安怎拥有能力，是做一个忠心的传播者。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常常传讲甚物款的消息？我是常常甲焦点放踮伫负面消息，还是用信仰的眼光看待，超找上主恩典的轨迹？伫生活中，我常常传讲甚物款的消息？我是常常甲焦点放踮伫负面消息，还是用信仰的眼光看待，超找上主恩典的轨迹？咱来祈祷，慈悲怜悯的上主，愿你照着福音对我讲话，调整我的性命，会当有基督的模样，勇敢承认家己的错误，搁用性命展现你的慷慨怜悯。伫生活中传讲愿望的信息，愿你的话语照光黑暗的世界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